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19，诗篇57篇7节安尼讲：上帝啊，我的心平静，我的心坚定。我要吟诗，我要唱歌称赞。三角来祈祷，互阮心平静甲坚定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实甲公义的上帝，你是主爱甲怜悯的天父，主啊！伫患难的日，你做阮的位所，搁捌遐倚靠你的人。主啊，你要复到雅各的阳光，亲像以色列的阳光。主啊，你也是安尼，要来复到阮的阳光。互阮因为仰望你的面的光，要通得到生命的尊贵甲荣耀。主啊，伫人生的风涌中，阮真困难来向前。这时，黑暗向阮压榨，互阮看无头前的路。主啊，求你互阮的心平静，互阮的心坚定。安尼，阮要吟诗，阮要唱歌称赞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